事卻太恐怕，人大了要學會踐踏，誰做個標準給我效法？太肚餓了，已沒有想法，如僵屍般不會死，人間中失去感情，流光眼淚去洗脫純情，無限夜半觀星，如僵屍般的處境，人間晝夜明滅可會太不明，可決置生存要命，太動聽。燈飾吞去我的背影，光陰吞噬感性上愛護本領，每夜探過也是無止境，等到夢醒，僵屍不會醒，難響都失去反應，而天使沒有給予同情，常人用痛苦換愛情，僵屍般的處境，人間對付同類不會靠感情，給我敏感仍帶有精緻性。Thank you.